積金好僱主，顧好你將來。今集嚟到香港鐵路有限公司，向佢哋透視。鄭女士你好啊，我都好有興趣知道，想做真正世一好僱主，到底係為員工提供即刻享用嘅福利好啊，定還是退休保障重要啲呢？咁好多時同事嘅第一印象都係會覺得可以即刻袋落袋嘅福利好嘅，咁所以我哋會有醫療福利啦，我哋仲有一個新心建嘅平台去資助同事買一啲保健嘅產品，又有好多康樂設施，譬如運動場地啊、卡拉 OK 啊、燒烤場地啊等等，都可以俾同事去租用嘅，好受同事歡迎㗎。聽落都覺得好吸引喎，唔怪之得咧，你話好多同事都覺得即刻用嘅福利重要啲啦。不過點解啱啱你強調話第一印象咧？唔通你有唔同嘅睇法？咁員工其實喺唔同嘅階段係會有唔同嘅需要嘅。港鐵係希望可以支持到同事嘅每一站，除咗可以即刻落袋嘅福利之外咧，我哋仲投放好多資源，幫同事好好咁計劃佢嘅退休同埋理財。咁其實我都有留意到咧，港鐵有好多後生嘅同事嘅喎，佢哋咁早就諗到要退休啦。咁其實退休保障同埋理財咧，又唔單止講緊退休之後要用嘅錢嘅，其實喺人生唔同嘅階段，同事可能會考慮買樓啊、供樓啊、結婚啊、旅行啊，又或者屋企人突然之間有資金嘅需要，全部都係需要錢嘅。咁如果用複式效應嚟計嘅話，佢哋越早開始理財就越好啦。咁又係早啲開始到真係要使錢嘅時候，你就會覺得原來理財真係好緊要㗎。咁港鐵又點樣幫啲同事學理財呢？我哋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投資教育分享嘅，教同事因應佢人生唔同嘅階段，好好去規劃。譬如想自己投資嘅同事咧，我哋會定期分享一啲市場嘅動向啦，同埋一啲唔同風險程度管理嘅投資選擇。咁保守啲嘅同事咧，仲可以直接喺薪金嗰度扣，然之後存入去港鐵儲蓄互助社。到佢哋有周轉問題嘅時候，仲要可以同互助社貸款㗎。好全面喎！咁今年有冇啲乜嘢新活動啊？有啊，2026年我哋計劃舉辦模擬強積金投資比賽，咁就係跟住真實嘅強積金基金價格嚟做虛擬投資，俾同事測試下自己嘅投資策略，睇下邊個先至係真正嘅投資高手。呢一個咧真係好有創意又好實用啊！咁為員工設想，唔怪之得港鐵得到積金局嘉許為積金好僱主啦。想做真正世一好老闆，除咗為員工提供即時享用嘅福利之外，仲要幫員工及早為退休保障做好部署，為員工做多一步，先可以吸引同埋留住好嘅人才㗎嘛。點滴累積，成就精彩人生軌跡。